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13公司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灿数风台走啊！昨昏规工，咱全台湾累积雨量前10名是伫台北市甲新北市，加载敢若传出淡薄仔灾情。风台过去啊，昨8点半，气象局已经解除灿数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啊，那伫今仔日半暝啊2点半，海上风台警报嘛已经解除。灿数风台暴风圈自南向北行过规个台湾，即马风台愈行愈远，全台湾也慢慢脱离伊影响。气象局12暗8点半解除陆上风台警报。灿数目前依然是中度风台，不过强度有愈来愈小，而且继续向偏北的方向刷震动，所以台湾北部海面也慢慢脱离暴风圈。气象局伫13透早2点半也解除灿数风台的海上警报。它比较完整的风雨结构，随着灿数台风向北移动，它已经渐渐的离开我们了。因此，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进到台湾陆地都是零零星星的降雨回波，我们陆地上的降雨也在逐渐的减缓。伫12几天，全台湾累积雨量前10名拢伫咧上北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内政部长徐国勇伫咧主持灿数风台最后一遍工作汇报时阵讲，灿数风台侵袭台湾，政府加在无重大灾情发生。不过，13透早2点半，海上风台警报结束进行，各单位依然来做好防台的工作。警戒地区的收容所要确定拢安全，才互民众登记厝的。收容人如果要回去的话，要请地方政府要确定，要评估、确认他居家安全无虞。虽然我们看起来土石流的警戒已经都减轻了，不过因为这个土石的含水量相当的大。所以要随时注意所以要回去之前要确认安全无虞再行回家有一个查甫人11甲朋友徛越野乌多摆到新德县尖石乡的山区，唔知为什么失踪。因为风雨愈来愈强，救援人员就先撤离，搁再看情形入山去找人。苗栗县有钓客河水冲走，宜兰也传讲有民众因为修理看板无顺利搬来死亡。根据应变中心的统计，因为民众伫咧警戒前上山，抑搁因为代志发生时阵若无风无雨，就无列入风台的灾情，所以灿数风台到12无造成任何的伤亡。记者综合报道。今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南北的天气真无同，中南部规工拢会落准雨，若湘北顶西的县市今仔日是爱说是高温，咱来看温度。今日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恒春半岛规工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嘛有上大雨。伫山区是有短时间的强降雨。今日各地日时是侪风到好天，有机会会出日头。山区过到了后有短暂阵雨。若北部、东半部今仔日高温稍热，高温有33度至36度。大台北、桃园、台东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台东是有机会会透过小风。若基隆、北海岸、绿岛、甲红头树，今日嘛爱说是10级的强阵风，各地沿海是爱说是长影。继续关心疫情，来关心咱国内疫情。疫情指挥中心伫宣布讲，昨昏咱国内有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内底有2例甲新北市幼稚园群组感染有关系，另外一个是本土病例是伫台北市做食的，目前伊的感染源也在调查。国内新冠肺炎疫情12新增加14例确定病例，分别是3例本土甲11例境外移入。本土个案拢分布伫新北甲台北以及桃园，2例是已经知影感染源，1例是关联不明。其中大家注意的是，细汉囡仔的规定烧话案件各增加2个个案，一个是确诊细汉囡仔做伙大的阿公，按16185 CT 值14.5，病毒量真悬，毋过无症头，有做过1剂疫苗。另外一个是这个细汉囡仔的妈妈50多岁同事嘛确诊，住伫桃园的案16197。一个是16185，是16152的同住家人，有曾经安排接触者采检，那时候 PCR 阴性，那隔离期间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到9月10号再进行接触者采检，那到今天 PCR 阳性确诊。16197曾经在9月6号公司安排快筛阴性，9月7号再到医院筛检 PCR 阴性。那但是他到晚间开始出现畏寒头痛的症状，那之后到9月8号的时候，这个安排收住这个防疫旅馆。那9月9号跟9月10号
都有恢复有症状。那11号因为症状持续会改善，所以卫生局安排至医院采检。那目前检验是阳性。指挥中心表示，这2例幼儿园相关的确诊案例，有一段时间是伫防疫旅馆做隔离，评估对社区影响无大。但是台北市新增加1例是咧做餐饮的，目前感染源不明。针对最近咱国内本土疫情，有医师提醒，要搁观察一段时间，上少14天，上济1个月。确认无新的传染发生，才会当确认讲这个疫情是不是有受到控制。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当然是社区里面有没有隐形的传染链，就是那一种，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些确诊个案，他追查不到他的传染源的话，会让人比较担心说会不会有其他传染链还在社区里面。但我们并没有被发现到，随时可能会被爆出来。那是新增加的11例新冠境外移入个案，指挥中心是讲，拢是入境采检的时阵确诊，而且拢无症头，因为个案 CT 值拢较悬，代表病毒量较低，研判已经伫境外感染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幼稚园群聚感染，即马是拖到桃园啊。昨昏相关的2个案例内底，有1个是住伫桃园，是1个男性。这是幼稚园群聚感染内底确诊的家长伊的同事，伊要去桃园的诊所互医生看，所以诊所内底8个医护人员即马嘛考出来居家隔离。另外1个甲幼稚园群聚感染有关系，是1个囡仔为互伊阿公，这个阿公伫居家隔离期间验出阳性。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12个增加2例确诊，其中1例是幼儿传染户厝内底共大的70多岁阿公，阿公伫居家隔离当中因转阳。这个个案是幼儿园集体染疫事件里面，幼儿传给他的长辈，在隔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一次做 PCR 的时候检测出来，转成一个阳性的确诊个案。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也拖到桃园，桃园增加16197例甲新北幼儿的家长，162例是棒球工作的同事，伊太太也被验出确诊，2个囡仔目前是阴性。16197例伫初六早起坐711公车到土城，搁转坐捷运到棒球上班，晚暗坐710或者是712公车登桃园，因为要去诊所看病，已经考虑诊所内底8个医护人员。虽然前面2次的快筛跟 PCR 是阴性，那9月11号采检为阳性。该诊所8位这个医护人员跟员工也由我们匡列居家隔离，在安排采检中。那在看诊的时候并没有其他的病人，那因此这个足迹是单纯的。台北市增加1个本土个案是20多岁女性，住伫艋舺，是1个餐饮人员。目前感染源要调查。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案目前总共有19例。另外，台北市采取有风险停课3间国小甲幼儿园4间。到11为止，902人采检结果是阴性，也有3间学校292人也伫居家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韩国演习今仔日举行，一直到17，会连续进行5天4暝。伫全台湾各地的作战区，采实兵部分实弹演习。演习嘛有考虑防疫，所以规模有救水。加上昨昏风台来，嘛有先转做防灾救灾大省的演习，再个做军事演习，嘛意外正做国军军演、防灾、防疫3合1的考验。来看联合报。海军向美国要采买100套鱼车飞弹系统，因为预算有较严，所以有向立法院报告讲，咱要先买32套。其他看地震的变化，才搁讲。也毋过即马有风声讲，美国要求咱台湾爱一届买100套。日本是批评讲，强逼咱买，影响咱国防预算的安排，安尼不合理。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伫中国做水电的工人，昨昏趁风台天，对下暝坐无动力的树林船、过船啊，过6点钟偷渡来咱的小金门。伊一上岸就随后金门的华顺队长着，伊讲伊想要投奔自由。目前先安排伊隔24天，再个移送法办，要调查伊的动机。这嘛是金门1个月来第4件偷渡案。来关心防疫警戒刚到2级，也毋过8大行业共款也袂使营业。桃园的警方是掠到一间麻雀会馆，私底下偷偷咧做生意，当场嘛有装到12个人在拍麻雀。
不过业者是辩解证讲，店内并无超过50个人，因无违反防疫规定。那大家是来遮练习的尔，也毋过伊共款爱防法。二级防疫警戒到9月20，八大行业要是爱暂停营业。有民众通报某一间暂停营业的麻雀会馆，有人伫咧出入，那就是违规恢复营业。桃园分局11拜六暗时去稽查，当场撞到内底有12个人当伫咧拍麻雀。这边就看有在玩的啊，很明显的啊。我们刚来而已啊，刚来。我们这边依规定就是不可以开。业者无承认因违规营业，佮辩讲店内也无超过50个人，有符合防疫规定，而且店面嘛无开门做生意，敢若是开放互大家来做练习。佮有人客因讲，超商遐尔啊侪人出入入拢会使，是安怎麻雀馆都袂用的。2级警戒期间，8大行业休闲娱乐场所，例如麻将馆、博弈之间相关的都不可以营业。那你去个什么 7 什么，你再营业多少法？7不是管制的营业场所啊。接获情资，称有麻将会馆在防疫期间私自副业，警方到场稽查时，发现12位民众正在打麻将，警方立即制作记录表，并移请相关单位裁处。警方强调讲，照2级防疫的规定，麻雀会馆是属于禁止营业的范围，违规恢复营业已经是违反规定。警察当场写记录表，而且相关单位来处理。嘛呼吁讲，伫咧2级防疫警戒期间，业者都应该了解，而且爱遵守防疫规定，避免加做防疫空棚。也让警方嘛持续加强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6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为新增加1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088例，中国病例有95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伫日本是超过16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000万例，印度是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700万例，法国已经超过698万例。日本驻美国西雅图的总领事道元久生，伊逐天拢会后一只抓好写日记。伫后的过程，佮翕做影片，放伫 Instagram， 甲大家分享，嘛要替世界祈福。已经滚到年外，伊嘛已经熬年外，而且拢无停过。Hi, today is my 357th day in Seattle. For the 357th crime, we're praying for everyone's health and peace. 日本的外交官道元久生，逐天拢会像安尼时，伫咧 IG 分享差不多拢是同款的影片，并且赴迄天亲手所拗的抓获为大家祈福。2020年8月，60岁道元久生去美国担任日本驻西雅图总领事。迄当阵美国的新冠疫情正严重，人甲人之间实际接触正危要。I started folding origami cranes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nd I wanted to use my social media to send a message to everyone, expressing my sympathies. 像呢，敢若是伫咧进行某一种神秘的仪式共款。道元久生连续超过1年，逐天拢录后抓好的影片，只有伊讲的数字甲称的写字无共款。In Japan, cranes symbolize longevity and good fortune, and it is said that origami cranes have been folded and appreciated for centuries. 每一只纸货顶头拢会写迄天的日期，拢做伙放伫咧一个盒内面，等伊被调离开的时阵，才来关出来。I've already heard that the people are working and to provide these kind of folded crane to the nursery or senior people's facilities. 后纸货的底片虽然逐天拢共款无啥物变化，也毋过有祈福疗愈的仪式感，也是有2400位 fans 伫咧队中。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关心西班牙东南部火烧山已经烧4天啊，火也未受控制。当地嘛已经撤离2000人，烧掉林地有6000多公顷。气候反常资料即马显示讲，地中海野火比英国加真济。若中国的浙江是上大雨，引起水崩山。
消防人员探马风较无遐透，赶紧伫4个野火热点拍火。当局已经增派300名消防员，一个41台直升机对空中拍火，并且讲12这天的行动正重要。Fue descontrolado, realmente descontrolado, no hay más que verlo. Focos por todas partes. Vaya. El tiempo ayuda, no ayuda, Medios, yo sinceramente es que veo poca gente. 西班牙南部的野火伫咧马拉加的贝尔梅哈山脉已经炭烧4天啊，面积继续扩大，愈来愈多居民被撤离。这几天风正透，火愈炭愈大。欧洲南部热天是热国大数，今年8月特别热，地中海周边的野火也特别多。根据西班牙官方的资料，今年1月到8月有超过75000公顷的林地被烧掉。中国即项省政府的官员伫社区一户一户伫咧发人，还有了吗？雨有够大，无偌久就水做大水，正点外钟就出河水引起，危险地区的居民赶紧撤离。侧面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家里面冰箱进水了，那我就出去看黄泥水嘛，越来越大。另外，伫四川省果林县昨日也因为落大雨做大水，至少5个地区发生土石流，20几个人无法度出来，所有人员到灾区救援，撤离200多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美国最近有火烧山，造成一寡所在空气污染是真热烈，引起民众呼吸道疾病夹起来。工会专家警告讲，火烧山产生的空气污染，可能会造成民众肺部呼吸道疾病恶化，嘛会提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死亡率。森林野火一直烧，规个天顶拢是乌烟暗天。美国西部7家发生森林野火，因搭伫咧几落个州的天顶，而且几落礼拜啊，身体健康的人拢挡袂牢，若是气较无好的民众，怎么拢唔敢出门。I have such a breathing problem. You know, I walk no more than 10 feet, and I'm huffing and puffing and everything. It was the worst July that we've ever had for wildfire smoke in Missoula, Montana. 当地社福团体为病人甲四大人伫咧厝内装临时的空气清净机，也阁会当载空气清净机，互因度过这段期间。7月几场森林野火，互烟一直向美国东边传过去。纽约、费城这款东部的城市拢感受到空气变歹。PM 2.5 in the U.S. has decreased in the past decade due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in wildfire-prone areas. And so levels of wildfire PM 2.5 can greatly exceed those of ambient 2.5, spiking during these wildfire seasons. So all of this is generating important health impacts. 研究发现，长时间踮伫咧有烟的环境，造成美国每年差不多2万人过早死亡。这份哈佛大学伫咧期刊《科学正典》发表的研究讲，有要甲20%的新冠肺炎确诊比例，甲野火烟有关系。烟唔但互确诊数增加，也互死亡率增加。In the short term, polluted air can worsen some conditions such as lung diseases and trigger asthma effects. In the long term, effects can include serious chronic diseases, an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leads to systemic inflammation that over time can cause illnesses linked to heart disease. 伫咧过去就研究显示，空气污染会加重新冠肺炎的症状，而且互病毒传了更较紧。不过对现扑微粒甲病毒安怎互相作用，也阁无写清楚。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网站讲，野火烟会刺激肺部，并且提悬肺部感染，包括新冠病毒。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咱台湾前一阵仔有100多只猫仔因为走私互安乐死引起批评。伫欧洲走私动物的问题是搁较热烈，尤其是疫情期间，真侪人拢想要饲动物伴做伴，就有生理人对东欧走私，一礼拜就走私5万只动物。德國警方伫這條通報了後，趕緊趕到走私狗的非法交易現場。嫌犯最近確實當地紅亮起來無辜的狗仔，是由動保人士來協助處理。It's not a little puppy farm business. It's a real organized mafia. And sadly, Germany is the main market for these puppies. 從救出來德國牧羊狗毋是個案，動保團體指出，歐洲最近的動物交易轉向網絡，加上疫情爆出了後，民眾伫厝內底時間變真長，飼隻動物的需求增加，非法走私的市場天天爆炸性發展，因最擺計先做人客。伫網絡路定了後，才去約交會，發現未少走私的人是來自波蘭、匈牙利這中東歐的國家。
Ja. Lange Fahrt gehabt? Wie bitte? Habt ihr lange Fahrt gehabt? Nein, 150 Kilometer. Ach so. Ja, ist nicht weit. Ich dachte, ihr wohnt näher Berlin. Ja, nein, wir aus Polen.尽管东部团体一直伫检举非法的养殖场，不过效果真有限，因为澳洲每年对细只狗的需求达到800万只。走私动物的市场有11亿元的商机，加上波兰政府常常当作无看，非法摊市场根本是关不完。对这情况，澳洲议会拍算要来立法，要求伫网络卖这动物狗的生意人必须要注册，并且进行身份的验证。It would affect commercial breeders, but also individual traders. They are the ones causing the problems. 不过，澳洲议会动作要紧，因为在疫情侵蚀之下，这阵非法走私的利润比以往更加悬。饲料咨询机构指出，疫情爆发到这阵，网络卖这动物细只狗的价数已经起一倍了。公视新闻市湾林编译。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攻击，甲当已经满20天。恐怖分子当时是威胁民航机去弄双子星大楼，造成约3000人死亡。伫大楼外边的遗址照例，当年拢会举办悼念仪式，今年气氛同款沉重。大家唱美国国歌，纽约世贸遗址现场真庄严。911恐怖攻击事件满20年，将千个罹难者亲属出席追悼仪式，属于是用一个念出罹难者名字的方式来追思。总统拜登、前总统奥巴马甲克林顿拢有参加。2001年9月11日，恐怖组织盖达成员劫持民航机，让世贸生态画面，甲即马有关深深印伫美国人甲全世界心内。这场恐怖攻击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当年的世贸双塔原址，即马改起做2座大型的纪念水池，搁记录911事件亡者将近3000人的名字。水池边啊放鲜花来悼念，也人伫边啊揽做伙。It just brought America together so well. And we seem so divided right now that we need something to bring us together, but not a tragedy. 美国总统拜登罕见一天内去当年3个坠机的地点，向罹难者甲家属致哀。不过，拢无公开发表演讲，避免抢占焦点。迄时阵的总统小布希是出席宾州山克斯维尔纪念活动，当时强调美国面临什么来自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In the weeks and months following the 9/11 attacks, I was proud to lead an amazing, resilient, united people. When it comes to the unity of America, those days seem distant from our own. 在下前的前总统川普即天无出席追悼仪式，反倒来拜访纽约一间警察局，继续批评拜登撤军。It's a horrible thing that took place. A horrible, horrible thing. It's an embarrassment, and the likes of which our country has never been embarrassed before. 911恐怖攻击了后，美国对主事者盖达甲庇护的塔利班政权展开报复。如今美军全面撤离阿富汗，也为拍10年的反恐战争做一个结束。国际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的官方媒体是报讲，北韩最近这2天是成功试射新型的稳定飞弹，严格领导人金正恩并无现场亲身去现场巡视。来看全世界开始咧放领主新型冠状病毒预防下的年会，严格美国即马上新的研究是发现讲，健康的少年家若是注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下，发生心肌炎的风险会比胃病住院的风险也搁较悬。来关心英国自本港伫9月底要开始实施出入大型的场所爱提出预防针的护照，不过昨昏是决定要取消这个政策，改用家族预防针，也搁家族体检来保护民众。镜头搁倒来过来，咱来关心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而且即马受Delta病毒的影响，全世界各国的疫情又搁严悬。预防社自本方想讲应该会当控制疫情，会当互咱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毋过即马看起来有真侪人是完整做过2档预防针，毋过也是去未着，造成突破性的感染案例愈来愈侪。专家即马是提醒讲，未来咱无可能甲病毒清零，所以就算有做预防针，嘛是爱继续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
各组一支就完整保护了有风感染新冠病毒未少人做第一支疫苗了后，隔10到11礼拜各做第二支。我觉得还是要啊，因为第一剂打完，如果说抵抗力没有完全的保护好，我们觉得还是会担心。目前国内新冠疫苗的种类有 AZ、莫德纳、加国产高端，也有辉瑞 BNT 疫苗。其中 AZ 制停是用腺病毒载体，莫德纳加辉瑞 BNT 拢是用全新的 mRNA 技术生产制造。高端是利用中组蛋白技术开发，制造出病毒的集蛋白，让人体产生免疫效果。这疫苗拢爱做2剂。依照临床试验资料显示，不管是 AZ、莫德纳或者是辉瑞 BNT 做2剂了后，保护力至少有8成到9成，都算是高端。虽然无第3期临床试验报告，不过小数审查通过高端的紧急使用授权以外，发现高端做2剂的中和抗体效果比 AZ 高出3.4倍，也有一定的保护力。高端就是应该是介于 AZ 跟messenger RNA 的疫苗之间，也就是说，他们会比莫德纳、辉瑞获得的抗体来的低，但是比 AZ 来的高。不过，就算做2剂疫苗也不一定安全。英国牛津大学上新研究发现，今年5月 Delta 变种病毒成做全球主要流行病毒株了后，疫苗有效性开始下降。美国明尼苏达州研究显示，已经完整做疫苗的民众，染疫的个案又原增加，也就是突破性感染。我们整体的计划里面，是有准备第3剂的量。当然还要根据整体国际上相关的研究看它的一个利弊得失到底怎么样。不过我们有准备。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国内新冠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4成。有工会学者认为，虽然最近国内疫情相对稳定，不过其他国家的流行Delta变异株传播力更较强，威胁更较大。那中非国门恢复经贸交流者活动，除了爱提高疫苗注射率，也要继续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这措施。我们要跟病毒共存，我们要清零是清，我们要希望是零死亡、零重症也就是说，感染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尽量不要重症跟死亡。面对新冠病毒一直变化，指挥官陈时中强调，明年后年已经加买3500万剂莫德纳疫苗，其中就有次世代对家型，希望对整体疫情控制有帮助。今年底国内疫苗注射率7成是应达成的目标，是不是开放国门要去做综合判断？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3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566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所在有新北市，伫新北市即马是6918例，伫台北市是4862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96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274例，台中有207例。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6088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566例，这是疾管署上新的统计。镜头来高雄，高雄有消防局第3大队一个办事员，即马互检举讲，伊上班毋上班，将到落道抹灰，上班时间咧看影片，互检举了后，伊无欢喜，佫去甲同事呛声甲恐吓。消防局是表示讲，即个办事员有承认讲，伊上班咧看影片，也毋过伊是赔回讲，因为伊代志拢做煞，才会小休喘咧。经过办事员座位后壁电脑荧幕总是出现影片是节目，就算无共时间，荧幕总是出现非公务影片。其他同事质疑这个办事人员上班拢伫看剧、看影片，向主管来检举。最后伊互记3改劣迹，等于是爱心改一改。尾仔伊竟然讲恐吓，互这个同事受到威胁。除严正劝诫应约束自身行为，并立即给予3次劣迹处分以资警惕。这个办事人员是伫高雄市消防局3大队上班。消防局是讲，顶个月中已经约谈过这办事员，对方承认伫公务时间做非公务行为。毋过伫处理完手头业务了后看，若是威胁同事，伊讲迄个时阵情绪无好，会好好检讨。那当然很不好啊。领纳税人的薪水，然后再追剧，那你就在家里看就好了。上班有时候会看影片啊，但是就是休息的时候可以这样子，但是你不要太常态就好。
公务人员上班看剧，民众普遍感觉无好。也毋过有人认讲，若是小可休困的时间免伤严。消防局是讲，上班时间袂使用电脑做非公务行为，已经要求干部加强内部管理。记者综合报道。那苗栗的警方最近是抓到几两件违法倒废弃物的案件，而且地点拢伫较无人行较到的所在。警方即马调监视器，冇发现一台发财车，嫌疑真大，已经抓到3个嫌犯，移送法办。顺路车伫去苗栗9号线区方向查一台可疑蓝色小货车，警方怀疑货车可能载废弃物，想要去山区偏僻所在违法停掉。我从台中载过来，我从我要干嘛？啊，毋过货车驾驶凊彩找一个理由，想要闪避警方的检查。断掉，加焊2边断掉。没关系，先，我看一下。警方要求驾驶掀开后车道旁部，果然发现载满水暗头、废茶壳、砖啊、太空包这废弃物，虽驾驶无承认。啊，毋过苗栗法局最近已经接到真侪件违法倒废弃物的案件，早就锁定这蓝色小货车。本案是源自本分局近期接获多起不法倾倒废弃物的案件，遭倾倒地点均为偏僻、人烟稀少的地区。经我们扩大调阅监视器分析比对。锁定一部蓝色小货车之徐姓驾驶设有重嫌。警方表示，七尾仔嘛查这台小货车，各将姓市的驾驶甲共车另外2个人带回派出所。经过调查，迄一天是另外一名姓江的查甫人，要带这3人去山区拼废弃物，啊，毋过及时互警方查到。讯后将这人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伫台南甲高雄分界的二人溪，过去受废五金的污染是污染甲真功夫真吃力。经过整治，即马环境已经豆豆啊恢复，嘛开始有鸟仔来遮停歇，来遮生炭。有保育团体即马开始举办鸟仔的观察活动，要记录自然生态，嘛要互大家见证保育的成果。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带志工来到二人溪，大家摕吊镜观察溪边的鸟类。也一面翕相记录很出色的自然生态环境。我们目前其实调查大概记录了10几种，那每一种类就是从2、3只到10几只不等。二人溪过去因为金属废弃物和废水排放的影响，超过30栋受到严重的污染，甚至有台湾乌龙港的歹名声。经过政府和民间团体整治和复育。自然环境和生态才渐渐恢复，即马已经会当观察到，一年四季会有无同的鸟类来到这行搭。这里的鸟种相当丰富，那其中我们觉得最特殊的就是2级保育类的黑翅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树林，所以它会在这边做栖息。那其他台湾河口常见的捕鸟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为了推广环境保育，民间生态保护团体也开始举办一寡活动，带民众做伙了解大自然，做观察和记录，希望大家除了欣赏美丽的生态，也会记得保护咱的自然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可可啊，这款农产品伫咱台湾较少。屏东有一个退休的警察，即马在种，伊嘛提起国际上比赛，摕到最佳前50名的生产者。伊讲，咱台湾种出来可可啊，有属于咱台湾这个土地澎开，望小介互全世界知影。这个5分地内底有悬悬的椰子树，下骹阁有种真侪发甲真暗的树仔。这挂树仔是可可啊树，是屏东退休的警察苏瑞林10多年前种的。苏瑞林管理这区园是用天然的方式，利用椰子树甲惊晒日的可可啊树叶落肥料、草草嘛拢尽量无使用化学物。尽量不干涉它的生存的生活空间也尽量不撒药有肥料的话都是尽量用有机肥，甚至于除草的话，我们还是用人工除草的方式。因为苏瑞林的用心，伊种出来可可豆代表台湾参加国际比赛。伊伫岛外可可计划竞赛53个产地的235种可可豆当中，互人评做2021年最佳的50个生产者。苏瑞林讲，台湾种出来可可豆有属于这个土地澎开。屏东这个区块所种出来的可可都有特殊的风味，很多国外来参访的我们科研的，他们所给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台湾的可可它有自然的果酸，有自然的果香，因为气候的关系，我们在地品质都非常好，
我们希望说每年我们的台湾可都可以在国际上发光发亮。苏水民表示，台湾有真侪优秀的可可啊农民，这边着奖证明台湾的可可啊是有才调拍入国际的。希望农民会当做伙合作，互全世界认捌台湾的可可啊。记者综合报道。婚姻馆有一个协会，拢会固定带身心障碍者体验手摇车这款运动。除了会使运动，嘛要互身心障碍者增加自信心。目睭看无，感觉法度骑铁马，手摇车就是提供予行动无方便的民众会当运动山顶动的一款自行车。婚姻馆的爱母家协会都会定期举办活动，带一寡身心障碍者做伙来骑手摇车运动身躯。手要出力，骑脚的手会酸的。它会舒服吗？你觉得？会啊，会觉得放松啊。就是风吹来很凉。这个活动正注重咱人甲人之间的信任。目睭看无的学员，甲脚腿无方便的身心障碍者，会当互相帮助骑手摇车。都学员表示，透过这个活动，互伊的心内搁再有希望。我一直有想要运动，想要再尝试，但是不可能嘛，眼睛看不见了。然后，我现在这个东西会带给我希望，就我又可以的。我们希望就是说，让我们的障碍朋友不是只有享受这样的服务，可以来这边参与的，在这边他们其实也可以得到他们人生的一个价值。大家互相斗相共骑手摇车，除了改变咱因过认为身心障碍者拢是需要别人帮助的想法，嘛，互这个学员是愈来愈有自信，身体嘛愈来愈勇敢。就算身体无方便，心内也是真满足。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小女养生记》这拍片的现场，就是伫台南的后壁。主角因兜抑个买物件店头啊，即马拢相当侪民众去参观。有一阵在地少年家，即马按算要对电视剧的热潮打造小女村，嘛要推广在地产业甲文化。戏剧《俗女养生记》播出了后真受欢迎，拍片场地台南的后壁嘛，请真侪民众去参观。戏剧当中主角住的厝，生活中有去的店头啊，拢正做观光景点。所以有一阵少年人就回乡经营一个俗女村，希望好好带动后壁的发展。从淑女的1到淑女2，并没有因为拍续集而这个声势稍降，反而是圈了更多粉。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借着这股这个淑女潮，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一起来到后壁，一起来到清寮。后壁俗女村唔有戏迷来参观。经营团队嘛利用建筑的特色，规划市爱活动，展示下美的文化，了解农民的故事，更有做红菇粿体验活动。基本上来这边就是可以参观我们这个嘉陵的剧情之外，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有休憩活动或者市集。那到我们的建成家具行的时候呢，里面有2个著名的小农，那我们那边有红菇粿的 DIY 体验。然后到义昌米厂的话，可以看我们的碾米的文化。然后那边我们未来也会规划一些搭牛车的活动。俗女村的村长吴玉珍表示，目前已经招10多位青年回来后壁创业，透过少年人的创意，推广后壁的传统产业。嘛，希望因为这阵青年带头回乡付出的行为，鼓励搁较侪出国拍片的囡仔，为家己的故乡付出一点仔心力。记者综报道。林家碧嘛通看艺术，这是伫台中。台中有一座130年历史，是咱台湾目前一座对清朝老甲大的考坪。台中市政府有投100万修复，即嘛完工啊。有规划做古迹的展览区，嘛会当食饭啉咖啡，嘛要互民众体验古早人拼公明的气氛。画面上所看到这2间考房，都设在台湾府卢考坪头前，会当实际感受到古早人拼公明的气氛。现时全台湾就存在中老清代考坪，130年前就起做好势，资本是已经毁坏到剩几支插条。经过市府文化局的修复，加入现代元素，才互老考坪会当重新活起来。光复之后，很多农民进来这里面居住，里面住了好几户的人家，那其中大部分的空间啊，还有它的一些结构啊，都被改过了。那所以我们在文化资产修复、古迹修复是要
讲求它的真实性。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它原来长得怎样子，我们就不去用臆测的方式来做修复。靠背内插条布局完全接顺无用电，工法和用料拢真罕见。经过时代变化，即马靠背厝顶已经改砍玻璃，增加通光、采光条，保护原始的道路。新旧工法，颠倒甲整个大木造的经架和光离走廊，拢总保留落来，实在展现当时代建造水准和科技文化。往下延伸的这个叫做那个穿斗式的就是直接把它穿过去的这个叫穿斗式的屋架系统。那在中间的那个部分呢，它比较两旁柱子是在两旁的，那个叫做抬梁式的。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同时有这两种的也是少见啦。希望在这个场域进来，它其实就是随性的概念，然后它是穿梭在咖啡厅，然后也穿梭在我们展场里面这样。透过这个地方洒进来，然后来这边喝咖啡的气质变不一样。经过修复的台湾府卢科平，佮新规划做展览空间，就想引进出名的咖啡品牌，希望民众会当伫假日时亲近古迹，用不同的生活态度，享受日光高雅、新旧之间，行踏在台中旧城区，体验到特殊的人情风土。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镜头来屏东，屏东县内进前若是有农产品要做农药残留的检验，建摆是拢爱送去科技大学，是真无方便嘛，真了时间。即马伫潮州的三清社区，有得到农委会试验所的同意，成立全国头一个社区型的农药残留快速体检站。侪农民即马拢学到讲，安尼真是真方便。农民带检验人员到田里采样，佮到快速的检验站看农药敢有残留的问题。屏东潮州的三清社区成立全国第一个社区型的农药检验站，望予在地农民通紧摕到报告，加速提起销售。这个三星快速检验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地区的农民或者是我们的青农、小农等等的，能可以取得快速的检验报告。那这个检验站是全国是属于社区型的检验站的第一个的这样的设置。侪农民学了这个检验站实在是真方便，因过拢爱送去科大才通检验，打伫社区就会使完成。这个检验站其实年初就开始运作，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较少农民知影。因为路程的缩短了之后，加上时间的缩短，那对农民在做检验也好，在做要把菜送到市场去的这个检验的农药残留，相应之下对农民是有帮助的。社区也强调讲，三清社区是真成功的示范点，未来会拓展地产地销的概念，而且会继续设在地检验站，为屏东的中部、南部、北部等所在，互农民拢通轻松的检验，为食品安全把关，也互消费者食了是真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的疫情警戒已经降到2级，也毋过对一寡产业的影响共款无停过。亲像伫嘉义大拿种兰花的农民就表示讲，外销的成本真悬，若咱国内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活动嘛拢冻点，影响起草。所以即马有在地社团透过举办插花活动，希望用行动支持在地产业。社区的时代早时做伙参加插兰花的活动，若时代通大家闹在一个。嘛是用行动来支持嘉义县大拿地上重要的兰花产业。你看足侪人啊，足赞的啊，敢若看着心情无好啊你。你抱起来水草用来食，做好个包来食，即马佫摕水草安尼理落，再佫理落。嘉义县农会表示，进前因为疫情活动拢取消，嘛影响到兰花的需求。即马小可解封，煞佫拄着国外航运甲资材成本的提悬，真侪花农拢经营甲真辛苦。种兰花所要用的那个戒指是从智利进口的，然后原本大概1颗台币700块，5公斤，现在都已经涨到大概1100，所以。其实花农都心在淌血了。这个海运啊，这个运费呢都高涨，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这么多重的困难之下呢，我们还是希望振兴花卉呢，从小地方、小动作，好，大家集结力量呢，一起来推。花农指出，除了资材起价，海运的货柜嘛会4000美金起到12000，而且进前因为疫情无法度出货，即马人客是唔敢继续搁订，只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协助这个产业渡过难关。
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来看野球，嘛会使讲是日本的国球。真侪日本人兴野球，主心投入野球，因为野球是强调团队合作的运动。日本人是重视团队的精神，所以日本人的野球有法度伫甲美国伫国际上徛起，甚至伫即届的东京奥运，日本队阁拍赢美国。用天然的草薄瓦，伫日本国内发动真有名的明治神宫棒球场，正伫咧进行比赛。要不毋是这届棒球队，是来自东京六间大学棒球联盟的2间学校，早稻田大学甲庆应大学。起源自1903年的赵庆健，自2间大学的全校师生、家长到社会大众，一直到这届棒球的球坛拢正注意。还有啦啦队，伫咧每一个半局轮到家己球队进攻时阵，因为表现的歌曲拢无同。伫咧日本摕到到目前唯一一遍奥运的正式棒球金牌进程，这项运动伫咧明治维新了无久的19世纪传入日本。Baseball is inv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But somehow we fell in love with baseball, partly because baseball like a ritual thing. 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职业骹球等项目，抢走真侪棒球的观众，不过自统计数字来看，日本敢若是高中的棒球队，也有要到3900个学校。今年53岁小林子是日本职棒界正少数出身自学术名门东京大学，是21世纪第2个10年软硬王朝的幕后功臣之一。伊伫咧接受媒体访问时阵捌讲，棒球是一种正讲究有力的复杂的运动，就要长时间培养技术，才当有好的成绩。若是伫咧比赛时阵，对伫咧球下甲企业的经营，这种野球魂拢有正大影响力。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疫情较转好了后，全世界各国拢在拼观光。香港的海洋公园为着要请人客，即马嘛打造全新的水上乐园。日一伫中秋即天要对外开幕，占地65000平方公尺，开1400多亿新台票起的。这是亚洲头一个，嘛是伊一个规年冬天拢开放的水上乐园。上树某伫咧香港头前，朋友伫咧边仔欢赏，顺着水道出落去。这是香港海洋公园内面的新水上乐园的设施，所在有65000平方公尺，是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规年冬天拢开放的外海水上乐园。总共开140多亿台票建造，分做绿色步道、跳动流血、欢乐步道、冒险玩花加全领深国5个主题区。室内室外27个设施，拢会伫咧中秋节即天开放。本来规个乐园会当容纳9000位游客，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上最开放4500位游客。有幾樣嘢其實好值得，即係我覺得係值得欣賞嘅就係，無論喺個建築上邊啦，同埋喺佢嘅即係嗰個概念環保嘅概念上邊，其實而家都即係第一就好貼切住呢個時代啦。第二樣嘢就係即係正其實體現到香港嘅有一個特色，即係尤其個建築。香港所在是人多，为了环保建筑乐园，所有水池加水道设施拢用内山产色的平台，无改变自然地貌的方式来起。室内开天窗，甲用绿化厝顶，会当吸收自然光，降低温度，减少电火冷气用电，也个采用露水系统，也个水量较少的莲蓬头，安尼较省水。香港公園有保育嘅一啲元素喺入邊啦，咁佢本身亦都有一啲即係原本佢嘅公園嘅運作入邊，亦都有好多一啲動植物啊，咁生態環境保育嘅一啲元素喺入邊。海洋公園嘅舊水上樂園是喺1984年起嘅，迄當陣只有每年嘅5月到9月開放120天，開放嘅時間正短，來省嘅遊客率只敢若7成。尾因為營運無好，喺1999年關起來。伫這麼新的水上樂園結合海洋公園內面其他的自然生態，未來可能也會喺咧公園內面建造動物園甲植物園，甲水上樂園的觀光娛樂設施互相配合，吸引更加多亞洲的遊客。公司新聞陳思東報道。塑膠物件俗個用袂歹，大量的塑膠糞掃，即馬是污染海洋嘛，影響生態。
最近伫南美洲的巴西，伫海边啊，阁有民众发现有可怜的海龟和塑胶鹿啊，甜着颔棍啊，无愧死亡。有一只海龟头甜着一个白色的塑胶鹿啊，有一个民众看了真唔甘，落去海底将这个白色的塑胶鹿啊提开，不过这只海龟也是袂顶袂动，敢若是已经死啊。这是巴西里约瓜纳巴拉湾当地塑胶鹿啊污染真严重，生物学家讲，有可能是海龟将塑胶鹿啊当作体食落去，或者是互塑胶鹿啊甜的颔棍啊淹死。里约伫2016年办奥运进前，办整顿瓜纳巴拉湾，不过这几年城市的污水、塑胶粪扫依然拢直接排海。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全世界每年有1100万吨的塑胶粪扫被等在海，对海龟、海鸟、甲鱼等海洋生物造成生命威胁。另外，伫英国泰晤士河出海口的海坝，一阵伫咧岸边晒日头，有人时白上，有人时伫咧岸边过来过去。看来规个族群对这个环境适应了真好，伫咧做普查的工作人员也真欢喜。Tell us how healthy our Thames is, so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with those animals is important. 泰晤士河过去因为受到城市排出来污水甲粪扫的污染，1957年获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宣告生态死亡，无适合生物伫咧遮生活。要经过整治，再加上当局伫咧50年前禁止捕猎海豹，才互这寡高水的动物会当个转来。工作人员发现，海豹的数量比2年前小可较减少，对4000多只变做3000多只。因认为有可能是有一寡米伫咧海底无进化，所以整体来讲，因的数量依然是稳定伫咧成长。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南北的天气真无同，中南部规天拢会落阵雨，若湘北顶市的县市高温会升到36度，伫台东嘛有机会透火烧风。甲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外岛是26度至34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